自《港區國安法》同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相繼實施後，香港社會秩序漸趨穩定。然而，一啲零星嘅所謂軟對抗仍然不時出現，譬如喺網上散佈謠言或者出版煽動刊物，傳播仇恨反中反政府嘅情緒，令到平靜嘅香港再次泛起暗湧。前律政司司長、前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接受堅集誌專訪時話：軟對抗本身係一種思想，不會受法律嘅約束，市民唔需要擔心以思想入罪。佢認為現時嘅法例相當健全，有信心足以應對軟對抗。軟對抗係一種思想嚇，如果佢呢個思想唔擺入任何違法嘅行為呢，我哋係冇法律約束佢嘅。只可以從教育嗰方面去進行啦。但係如果佢軟對抗嘅時候，佢涉及將佢變成一啲行為，好似分裂國家、顛覆政權、實施個恐怖活動，會係被檢控㗎。咁所以主要都係話當時立法好多人都擔心係咪可以思想入罪呢？咁你而家睇呢啲條例呢，可以睇到好清楚佢嗰個行為嘅目的係乜嘢啊？係危害國家安全嚇，佢嘅意圖係乜嘢啊？咁所以唔係只會係以言入罪或者以思想入罪嘅。梁愛詩喺1997年以58歲之齡擔任香港回歸祖國後首屆嘅律政司司長。佢憶述自己由幾十年嘅私人執業轉跑道加入政府。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與港澳辦曾經三顧草廬先得到佢嘅答應。佢話最唔習慣係要面對600萬市民，以及恪守公務員守則。當時我亦都係推咗董建華先生嘅，我就話我慣咗受翻，你叫我打鐵，我邊度有咁氣力啊？當時嘅港澳辦有人同我講啦，但係我都冇應承。最後係董生同我講嘅時候，咁我諗下我自己喺樹市城出生，都係住喺香港，係咪？呢個地方需要人用嘅時候，而佢哋決定話我可以做。咁我係有責任要做嘅，咁根本日日都係挑戰，日日都係打仗，見招拆招嘅啫。咁當然第一個問題就嗰個居留權嗰個問題啦。1999年1月，終審法院對港人內地子女吳嘉玲居港權案作出裁決，擴大咗擁有居港權嘅港人內地子女嘅範圍，對香港造成無法承受嘅後果，亦都挑戰到人大常委會嘅憲制權力。最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釋法，解決咗憲制危機。你睇下我哋回歸今年28年啦，基本法嘅解釋唔係成日用嘅嚇，而且譬如釋法咧，每一次個決定咧喺我哋憲制上咧係鞏固咗一步嘅，亦都係解決咗兩個法律制度嘅矛盾衝突，亦都係讓基本法能夠正確實施。卸任咗律政司司長後，梁愛詩又獲邀出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。唔少人都覺得呢一份工作相當之神秘，佢就解開呢一個謎團。基本法委員會嘅工作咧，唔係淨係嗰幾節釋法嘅，而係平時就呢啲基本法嘅問題作出研究。如果唔係喺咁短短嘅期間咧，10日8日裏頭，你點樣可以俾出個意見？所以基本法委員會呢，一年係要開3次會嘅，2次會議，第3次呢就會議兼視察咁樣。咁所以即係呢個基本法委員會係長期研究嘅工作㗎，唔係只係要行使個權力嘅時候先行使。直到2018年，梁愛詩退落嚟，仍然十分之關心香港嘅憲制發展。喺港區國安法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相繼實施之後，佢繼續積極到學校同社團就基本法同國家安全等方面做演講。即係2022年嘅時候呢，即係差唔多可以作一個總結。我哋嘅憲制呢已經好穩定。只係睇啲案例是否支持呢啲政策咧咁。既然係呢個制度，我哋大家一步一腳印咁樣建立起嚟嘅話，咁我都唔希望佢走歪嘅。談到而家嘅生活，梁愛詩就話過得好充實。咁我有好多朋友有唔同嘅興趣嘅，我都唔係孤獨嘅人。法律界我仲係律師會嘅成員，咁我亦都有參加一個委員會。我覺得最緊要係要即係繼續活動咯。如果唔係生鏽㗎啦，喐唔到㗎啦。係尤其是年紀大嘅時候咧，你越唔做就越做唔到嘅。